现在在内湖区的某一家药局。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还没到9点，其实店外已经是大排长龙了。而现在呢，最前面的观众们，我们来问一下，他们到底是多早来排队，要来拿这个实名制的口罩？大哥，跟您请教一下啊，你今天早上大概是多早的时候来排队？我们大概差不多7点40左右就过来了，也就是说到现在排队已经排了将近1个半小时，是不是就预期说大家可能都会很早来排队，所以就起得大早这样？对，而且是洗完脸、刷完牙，没有吃早餐就要赶快第一件事情，为了2个口罩。哦，对，现在开门了，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这样7天2片，你觉得够用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怎么说？没有一家会够，因为1个礼拜有7天，而且最重要的安全的话就是使用4个小时。但是如果说是按照出去的次数来讲的话，至少要4片5片以上才够用。那大概在8点30分的时候，药局的人员会先出来发领号码牌。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众一大早来排队呢，这样子秩序算是相当的良好。不过也有一些比较晚到的民众发现这个号码牌已经发完了，那是有一点点希望说，可不可以有更多元的方式来发放口罩？那因为有些人都已经在居住地附近跑了好几家药局，但是发现每天早上大概7、8点，各家药局前面都已经是大排长龙。我今天跑了3家了。所以您已经跑3家？我今天跑3家了，我们8点半来都跑不到了。现在这边来看的话，排了70、80个人，后面大概都没有了。那你觉得这样的措施，会不会觉得应该要实名制，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拿得到，还是说？这样子的话，很可能就有的人了，因为你有单号双号的话，我后天来拿也不一定排得到，有种可能。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药局的人员是已经出来贴上了今日的成人口罩已经完全发完了。那他现在正在询问有没有人是要领儿童的呢？因为显然看起来的话，这样子的话，成人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以前可以买3个，现在变成2个。之前3个的超商的有抢到吗？有抢到1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第1天这个实名制口罩上路的情况，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民众是跑了很多家都没有办法来领取到这个口罩，因为每一家药局大概就只有成人200个，那再来儿童50个的配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呢是晚一点来就扑空，没有办法拿到口罩了。那也希望说呢，政府有没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来发放口罩，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拿到口罩，每天才可以安全的出门上班。那以上是记者在现场做的最新报道，以上是今天 Now News 的直播直击。